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歡迎收睇我哋嘅老馬賽馬貼士分析。嚟緊呢個星期四，10月30號，沙田就有場精彩賽事，畫眉山讓賽第5班，全天候1650米。今場步速預計正常，但競爭非常激烈，好幾匹馬都狀態 fit 爆，隨時爭入頭馬位置。首先講講3號午夜快車。近況大勇，上次同程跑過第2，表現相當出色。今次繼續配艾杜拿同大衛希斯馬房，人馬合作夠默契，實力唔可以忽視。再嚟係4號魔法速遞，呢匹馬近期表現好穩定，連續2場都上名。今次由周俊樂策騎，加埋有減磅，形勢更加着數，有力爭勝。7號領創動力同班同程都貼得好準，上次都入3甲。今場檔位靚，加埋奧爾文手風順，呢匹都要留意下。最後仲有13號有型勇者，上場跑1400米追得勁，末段衝勢好猛。今次排咗個靚一檔，加上評分跌到低位，隨時有冷門機會爆出嚟啊！想知邊匹最有機會贏？同埋我心水嘅組合同投注建議，記得睇埋條片後半段，我會逐匹馬同大家詳細分析。記得訂閱、like 同留言，話我知你心水邊匹馬啦，我哋一齊研究貼士，贏在起跑線。